第3節90分鐘球迷世界，咁啊再度就係再呼籲大家啦，就係希望大家通知下啲親朋好友啦。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其實即係小弟都做咗8年第9年嘅即係網上足球節目，咁多年嚟都多謝大家支持嘅，即係都 OK 受歡迎啦。咁甚至有啲香港、有啲海外、有啲國內嘅朋友咁支持。咁做咗咁耐咧，就亦都嗰陣時咩波正不分啊，咩爆咗90分，後期到呢個90分鐘球迷世界，唔同嘅拍檔亦都出現過啦，唔同嘅新人亦都培養過啦。咁所以都希望大家除咗支持我之外咧，都支持阿 Marcus 啦、Nicholas 啦同埋檸檬嘅。咁即係同埋大家各自幾位青年人啦，都做緊啲同足球有關嘅嘢啦。咁所以就亦都咁啱先，你話佢好彩又好，或者因為節目而幫到佢又好，唔敢講啦。但係問題即係總之我都希望佢哋能夠即係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啊，所以就繼續做節目啦，繼續睇波啦，繼續 sharing 啦。咁啊，第3節講下德甲啦，德甲都幾精彩近期。即係當然拜仁咧就有啲回嘅近期。係啦，不過咧拜仁點解回都唔使驚你咧？即係之前曾經兩場都未贏㗎嘛，因為你啲競爭對手都唔爭氣，都全部都失分嘅。咁拜仁話：咁咪間唔中失下分啦，有乜所謂啫？喂，失下分仲好啦，等下你哋有得追下咁樣啦。係啊，唔好成日都話我咩德超咁樣又獨大又勝啦。咁經過2場和波之後咧，咁其實即係啱啱呢一輪嘅比賽咧，就都打翻場幾好嘅比賽，尤其是上半場咧。可以話係統治性嘅表現咧，就壓到咗呢個慕遜加柏啦。其實上半場已經搞掂咗。唔係，其實拜仁呢樣嘢咧，即係你都唔需要去擔心嘅。一來人腳板凳深度充裕啦，二來班球員個沙場老將經驗亦都相當豐富啦，三來個領隊亦都夠經驗。喂，佢亦都明白到往一歐洲賽之後，其實如果你有玩開波又好，你睇波又好，你留意到真係冇可否認嗰個歐聯嘅個後遺症個效應係有嘅，尤其是第一2週都仲好啲嘅，去到第3週咧係有嘅，即係你睇到好多隊咧都係緊勝啊、好險啊、失分啊，比皆是嘅。係啦，其實就今個星期，譬如你德甲啦，咁因為拜仁對慕遜加柏兩隊都有踢歐聯嘅，咁慕遜加柏就因為其實週中咧對些路迪嗰場波一定要贏嘅，所以其實都打晒真軍贏2-0㗎啦。咁所以翻到嚟咧，同埋慕遜加柏不嬲，我覺得喺德甲咧作客成績就麻麻地嘅。佢防守唔係冇啊。主場咧個表現咧個氣勢咧就爭好遠嘅，咁所以呢場輸咧我都覺得係合理嘅，同埋因為拜仁咧都因為之前2場都冇贏啦，所以呢場波咧真係打翻好多，尤其是喺中場個控制能力方面咧係非常之好啊！咁場波。再加上杜格拉斯哥斯達出翻嚟，你啊真係好惡搞㗎啦！即係佢有力啊，又即係個狀態又 OK 咧，好難打。咁啊，至於拜仁，即係你近期都有調整，呢個亦都係我諗個領隊嘅經驗啦。即係你起碼失咗分又好，或者你和波又好，起碼就係你之後嗰個禮拜點樣即刻贏波咧，呢樣係好重要。咁我就提呢樣經驗，你都唔需要擔心㗎啦。由教波到今日，即係到依家。屆都幾乎教歐冠球隊㗎啦，咁佢亦都明白到打完啲波點樣調整啊，點樣啊，一打咗賽好奇怪，好神奇㗎。依啲而家打歐冠有啲地方都叫好啲啦，即係起碼你對些路迪去蘇格蘭啲飛機啊，啲距離都近。有一場歐霸杯笑你死嘅，走去嗰啲阿塞拜疆嗰啲打完要坐凌晨飛機飛翻嚟，因為唔係冇機嘅，咁啊一班機嘅啫。小奧克直情係冇瞓過覺嗰次打完嗰場波，跟住就即刻晨早凌晨飛機，跟住翻到德國嗰陣時朝頭早食緊早餐。所以你根本咧佢跟住就打完歐霸，你都諗啊，仲有幾多日唞啊？唞一日嗰日即刻唔使練㗎啦，跟住第二日練一日就開波啦，第3日係咪先？所以其實就好多領隊要有經驗去點樣調節呢樣嘢。咁因為即係拜仁相對上咧嗰個。輪換個空間大好多啦，譬如今場波位梅拿、金美治呢啲咪擺咗喺後備先咯，山齊士呢啲咪擺後備先咯，我正選咪出翻哥斯達啊，出翻泰亞高啊、查維美馬天尼斯啊，拱翻上一格啊，咁樣打翻個中場位置，其實綽有餘啊，以拜仁嘅綽有餘啦，右閘出拉芬拿都綽有餘啦。係啦，咁相對上咧就其他幾支競爭對手都失分嘅，另外2支參加歐聯嘅球隊多蒙特即係險個剃頭，爭啲1分都攞唔到，即係。輸到3-1嘅一度，好彩就靠住拉莫斯同埋補時階段佩利石呢位美國小將嘅入波咧，
就執翻1分。但係呢場波都顯示出多蒙特嘅防線咧係幾咁差。唔係多蒙特近期都要同佢講啲説話嘅，因為我都有同佢幫佢講德甲嗰場比賽啦，同埋佢又要打歐冠啦。咁其實有個問題就係、佢近期嘅傷兵真係好多，尤其是後防線嘅受傷，令到佢咧就完全你諗下冇乜出嘅朴柱浩都要出啦，即係個南韓國前國腳都要出啦。咁另外咧中堅咧之前阿巴特拉都係有傷嘅，咁所以其實今場波叫做巴特拉打堅達，咁你啲高波好得去邊啦？堅達你叫打高波啊死嘅真係。冇錯，即係其實對手，因為賽前我都睇好多蒙特嘅啫，因為恩高斯達達咧同埋呢一個達斯泰達咧兩隊達咧上年就好神奇啊嘛，兩隊都唔使降班，但係今年就見翻底嘅。因為換咗領隊啊，換咗領隊同埋有紮主力走咗，有陣時休斯亞特呢班波咧其實都唔係咁差㗎，但係有時真係你始終人腳唔夠好咧，你即係好似話時間。對手睇通咗你，同埋加上今年你最慘，今年啲升班馬都如狼似虎啊嘛！嗰隊 RB 萊比錫而家排第2啊，大佬，跟住連上年榜尾幾乎降班嘅賀芬咸，今年都勇猛咗咁多，咁你點搞啫？費勒堡或者費雷堡都勁咗咁多，好咗咁多，咁你而家今年一差少少你都唔掂啊！冇錯，但係今場波就即係恩高斯達達就善用呢個多蒙特嘅弱點波佢有2個死球㗎嘛，係咁用啲死球咧，基本上。多蒙特係守唔到啊！不過好彩真係後勁，亦都即係讚一讚班球員啦。即係雖然踢完歐聯又勝，但係都冇放棄嘅，都叫做臨尾咧都攞翻1分。我記得再上個即係上個禮拜，即係佢唔係打呢場啦，再上個禮拜嗰場睇住多蒙特嗰場波根本和咪算笑咯，嗰場波阿奧巴美揚又10月碼又唔入，跟住又射咗幾個機會4個機會先有，因為哈法好打得好嘛。加上個傷兵特別多，今年佢多蒙特其實都難搞嘅，即係今年啲球員咧季初 OK，但係咧近期譬如好似丹比利早前有少少傷，都焗住都要出啦。咁你今年個人腳佢同埋呢有樣嘢，呢個亦都係杜曹嘅考試，就係、上年淨係齋打聯賽打嗰啲歐霸杯嗰啲贏都係咪都贏㗎啦？你打呢啲歐冠場場如狼似虎，咁你點樣喺個從中做取捨，同埋點樣從中係解決啲傷停嘅問題？同埋最緊要就係快啲穿起翻呢個國師嘅狀態啊！因為國師去翻嚟多蒙特之後咧，狀態都依然係一般啫，即係唔係話十分之理想。未得，完全未得，我只能夠講。冇錯，咁至於另外一隊咧，利華古遜就仲慘，就因為就踢少個，就最後咧係輸咗俾賀芬咸嘅，係咪啊？係啊，冇錯，絕對啱啊！喂，咁利華呢樣嘢係咁嘅，即係利華咧。又係同啲和夫斯堡嗰啲好鬼飄忽嘅，不過和夫斯堡今年仲慘不忍睹嘅。和夫斯堡炒咗啦，上個禮拜已經炒咗下京㗎啦。咁但係咧就利華古遜又冇衰到咁，但係利華古遜咧一打歐冠又係嗰啲影響幾大，同埋啱啱呢場波打少個，咁所以賀芬咸今年咧我都話賀芬咸唔射你嘅，作下同你鬥攻嘅。咁所以其實咧個能力咧即係好高嘅呢班波，即係今年其實德甲仲難打過上屆咯，我感覺上真係仲係啊！你緬恩斯亦都有一定嘅實力，跟住另外法蘭克福今年又好翻啲喎。法蘭克福、緬恩斯，跟住仲有慕遜加柏，所以你中前列嘅球隊今年咧，科隆又有佢嘅表現，咁所以今年中前列球隊嘅競爭好大。阿莫迪斯提今年簡直係一路奇兵啊！而家暫時係獨佔呢個射手榜嘅位置，冇記錯好似入咗8球波定9球波㗎啦已經。冇錯，咪斯提今年就着咗火喎，今年即係上年就機會頻頻錯失，而家入咗8個波啦，奧巴美揚7個啦，你係今年咧哈法柏林嘅伊比斯域亦都係上翻嚟咧，入咗6個波。今年所以其實我覺得利華又唔係特別差嘅人腳等等，但係問題利華又係嗰個問題，佢都係和夫斯堡嗰啲 friend 嚟嘅，不過佢冇和夫斯堡咁衰，成日因為有一個香林迪斯救下佢咁解就而家真係。冇錯，咁即係所以今季咧德甲嘅前列嘅爭逐咧係絕對一個行業。你知 RB 萊比錫今年我睇到佢嚟緊今季啊，即係下季有歐洲賽打。呢班波好紮實咯，大家不妨留意下佢冇球星㗎，我可以話俾你聽，真係冇球星。但係佢買球員咧，全部啱打，有啲新星咯，同埋新星，但係佢嗰班人咧好落力，同埋好整體。呢個領隊而家哈森客圖就係上年屆恩高斯亞特嗰個咯。係啦。咁所以恩高斯亞特而家咪排尾2咯，就係個原因係咁。而萊比錫就排第2。同埋今年漢堡，我而家擔心漢堡啊，漢堡。捱咗之前4年4季都冇事，呢季而家榜尾喎，而家榜尾喎，而家2分啫喎，所以而家漢堡都危乎啊！咁啊，至於講下西甲方面啦，西甲方面咧就上個禮拜啱啱兩隊都驚險贏波嘅就係皇馬同巴塞啦。咁啊兩隊個
表現或者叫做個驚嚇程度又唔同嘅。巴塞畢竟對住華倫西亞，華倫西亞又係嗰句啦，無論佢喺榜嘅前列好，佢係下游好，佢對陣巴塞唔知應該食咗藥咁嘅。係啊，同埋有柏蘭迪里新上任咧，為有啲新景象喎。新景象完全唔同啊！班波個景象唔同啦，進攻防守方面都有提升啊，淨係提升咯。咁仲有咧，就今年咧倒咗上去嘅蒙尼亞咧，就亦都轉投咗呢個華倫啊嘛，去咗華倫西亞、蘭尼過嚟啊等等啦。咁呢場波同巴塞之踢咧，其實係5波嚟嘅啫，即係巴塞你我都係嗰句咯，唔好老土嗰句都係講，因為佢有美斯同蘇亞雷斯咯，即係有尼馬咯，即係有呢個嘅球員咯，你唯有係只係有個解釋。同埋真係最衰咧，最後華倫西亞臨尾輸咗12碼，其實唔應該，好魯莽，突然之間伸隻腳出嚟勾跌咗即係勾跌咗蘇亞雷斯啦。咁嗱嗰個波咧。我諗全城球迷都好緊張啊，因為喺呢個救12碼專家迪亞高艾維斯，大家冇即係印象。佢破紀錄㗎啦，最近。係啦，之前有2場波咧，連續救咗2球12碼，同一場波入面救2球12碼，跟住好似話最近13次12碼咧，有8球都俾佢救到。佢而家已經破咗西甲紀錄咧，就係如果唔計其他西班牙杯咩成咧，淨係聯賽19球救出去12碼嘅應該係。如果計埋其他比賽，佢係23球嘅。冇錯，所以佢救12碼。佢嗰球都好問㗎咋，美斯唔係射得咁鬼靚，都真係俾佢救到㗎。同埋2嚟就係美斯咧。同埋 MSN 唔知點解係唔識射12碼，你見巴塞咧好多時美斯射12碼又好啦，尼馬射12碼又好啦，蘇亞雷斯又好似3個都試過炒12碼。有，跟住巴塞最差嘅環節，原來最大弱點就係射12碼。係啦，所以最差對人哋最好，都令巴塞球迷都出一身汗喂。入唔入到咧？嗰個波真係好驚險啊！嗰個波射得好靚，不過美斯真係射得好靚，攞住個角嘅。咁但係華倫西亞嘅球迷就冇乜品啦。跟住之後咧慶祝嘅時候咧就嬲啊！即係華倫西亞嘅球迷就係咁抌嘢落嚟。係。咁而家就即係西甲會方面都會追究。同埋搞美斯就即係嬲啦，就揮拳啦，就即係反擊啦。咁同埋就因尼斯達呢場波係重傷啦，起碼唞2個月有多佢話。冇錯，要唞，我諗至少要3個月。2至3個月啦。同埋不過巴塞呢個亦都有一個大問題咧，大家唔好睇佢而家就好華麗嘅陣容啊，跟住 MSN 等等，但係佢嘅板凳深度係唔夠嘅。即係如果大家利是佢再有球員受傷，因為佢而家暫時有6個球員係受傷，6個球員全部都可以打正選嘅喎。即係個問題在於就係佢而家後備席嘅板凳係唔夠班嘅，即係嚴格上你嘅後防線添冇得講。你諗下嗰個馬菲奧如果打中堅，你死唔死啊？你驚唔驚啊？係啦，所以即係要等。即係等碧基出嚟打救翻。碧基傷咗啦，另外左邊艾拿巴嘅傷都唔係艾拿巴，艾巴嘅受傷，但係有迪亞尼都仲 O K 啦。迪亞尼 O K 嘅。咁啊，另外就右閘方面啦，就亦都有沙治羅伯圖啦。咁所以其實就呢啲補充都仲 O K 嘅，即係如果你話，但係中間就危險。係即係中場冇咗恩尼斯達咧，你話譬如高美斯啊，甚至丹尼斯蘇亞雷斯，可唔可以一時間頂到恩尼斯達做嘅位咧？梗唔得啦！不過好彩就因為踢西甲就比較輕鬆啲嘅。好啲啦，咁啊至於皇馬呢場波又係贏得比較危險啊，不二包。近期皇馬有啲回嘅，咁但係嗰種回咧就C朗都有關，因為 C朗近期咧個腳風唔係好順啊，即係你好少見佢打咁多場皇馬比賽，尤其是喺聯賽咁耐都即係冇乜入波。因為佢季初就傷咗一排咧，變咗遲入局啲咧，暫時嘅狀態都未。喂，呢個又冇得怪嘅，即係你記得佢暑假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飲奶之力，攞咗個歐洲杯翻嚟，歐冠杯歐國杯翻嚟，咁跟住佢就受傷跟住就養咗一大輪，咁亦都無可厚非啦。咁但係就皇馬之近期所面對嘅問題就相對冇巴塞咁大嘅，咁我就覺得個傷兵個板凳深度佢哋好啲嘅，咁同埋咧都係嗰句啦，斯丹教波之後咧，其實就起碼個氣氛咧緩和咗好多嘅，即係佢哋所以譬如佢今年我都話佢要解決問題，好似詹士洛迪古斯咧，究竟賣定繼續用咧，或者阿伊斯高等等，佢都叫做 OK 搞掂咗，咁但係就嚟緊究竟皇馬點樣去咧？我都仲係覺得有啲擔心，就係佢喺後防線上啦，都係即係而家巴塞皇馬，我覺得主要都係後防線嘅問題嘅，即係始終咧就大家知道佢哋啲後防線有幾好㗎啦，尤其是沙塞拉莫斯、睇下碧基嗰啲，而家近年都唔係好得好多。冇錯，不過今個星期佢哋咧兩隊都險勝咧，就可以追貼翻呢個馬體會啦，因為馬體會咧就作客西維爾嘅大戰呢場有睇啦，就0-1咧就飲恨輸咗嘅，喺臨尾就再踢少個啦，去到77分鐘嘅時候就高基2黃1紅就俾人趕咗出場啦。咁但係其實全場咧就
靠住尼索斯嘅一個突入咧，一個入波咧就1-0兩隊差唔多風格嘅。喂，西維爾今年好波喎，喺森柏奧利嘅。其實森柏奧利啲攻波幾好嗱，同埋今年森柏奧利咧自己都醒爬咗啦。我都話啦，你唔可以用智利嗰一套嚟教啊。咁今年咧就有後期咧及後咧就呢個西維爾呢個守方面好咗好多啦，起碼打翻個5-4-1，同埋咧就即係個防守好過季初，咁變咗咧其實個 tune 都好咗咧。喂，中前場你驚佢冇波入係咪先？中前場其實佢都一樣咧，西維爾有好多好手喺度啫，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佢呢隊波咧亦都有一啲甚至喂仲要馬體島哥嘅維度啊、哥利亞維亞圖啊、哥利亞呢啲，其實個前場個增兵係幾好啊今年。同埋西維爾咧，而家個踢法都有啲似馬體會嘅真係。你見到呢場波咧係同馬體會鬥搶鬥壓迫嘅，咁馬體會咧就雖然唔係，其實兩隊都要踢歐聯㗎啦，咁但係馬體會咧就相對上就辛苦啲嘅，因為就大家知馬體會嘅踢法啦，結果都係3場歐聯咧，其實都係1-0嘅啫，馬體會贏。咁所以咧西維爾咧嗱，西維爾今年講起啊，講開又講歐聯方面咧有啲轉機啦，即係有機會咧唔使又踢歐霸啦，因為3場過後就2勝1和咧就排喺第2位嘅。咁所以今年西維爾咧睇下歐聯同埋聯賽方面個表現會唔會有啲突破？同埋呢個拿斯利又好啲喎，反而睇下西甲。生啊！唔係咁啊，睇打西甲。但係好似仲未完全減肥嘅，見到有少少，但係嘅狀態好翻啲，即係起碼入局啲咁，同埋可能佢即係踢啲技術波都係冇問題嘅，對佢嚟講。咁啊，西甲就大致上係咁啦，咁啊，但係今年亦都當然啦，好睇在就係話，譬如維埃利爾啊、畢爾包等等都仲。即係如果呢班第二集團咧打得好咧，嗰個聯賽就好睇嘅。係啊，同埋其實而家西維爾咧係排緊第2位。西維嗱，左咗話西維爾啦、維埃利爾、畢爾包呢扎咧個第二集團打得好咧，就成個西甲好睇。如果你永遠呢集唔好睇咧，阻唔到皇馬，即係唔會或者環西亞啲難唔到啊佢哋，你唔好睇嘅。你成個西甲得嗰2-3隊打唔好睇嘅。冇錯，仲要睇下即係華倫西亞，雖然而家就排咗喺15嘅位置啦，但係大家唔好忽視佢有。佢都打出皇馬巴塞，佢就食咗藥咁嘅都話。唔知點解啊？唔係，所以係啊，呢啲好奇怪，打波又好奇怪，即係嗰啲球員嘅鬥志啊，又激發到出嚟。喂，講下亞洲雜誌啦，即係其實就去到亞洲，咁啊，先恭喜廣州恒大啦6冠啦。咁啊 Marcus 嗱，你估唔估到，居然咧最終咧係會喺恒大對延邊，佢哋都好有把握㗎啦。嗰場波你唔輸就攞冠軍㗎啦。喺嗰場波之前2日，跟住立比就去廣州跟住就同原來咧，你有冇聽過解約儀式啊？即係等於人哋擺酒結婚，佢而家擺酒離婚，就一樣異曲同工之妙，好高調咁啊，同廣州人係解約。但係嗰頭咧，即係個婚姻咁樣嘅形容就係嗰頭同佢離婚，跟住嗰頭咧就將個離婚嘅女人咧就或者一個男人都好啦，就轉手相讓俾對面，喂，你嫁俾佢啦，你同佢結婚啦，同佢簽約，即係簽約結婚。喂，呢樣都幾好笑㗎，我覺得幾特別嘅，幾破天荒嘅。冇錯，亦都即係象徵住咧廣州恒大咧就讓路俾中國國家隊咧就可以簽啊嗱。但係其實我自己咁睇啦，我從來你問我根本覺得唔係讓唔讓路嘅問題，根本恒大唔應該再請立比咯。我都重新再講過幾次就係。立比當嗰年佢要走14年尾要走，佢擁佢徒弟上嚟，搞到一鑊粥，搞到簡拿華路搞到一鑊粥，未有經驗教，佢自己嬲豬仔係走咗去，因為佢嗰陣時嬲係恒大收翻佢個仔個轉會嗰個權啊嘛，咁佢嬲佢走，搞到一鑊粥，佢自己14年嗰年就簽咗2個唔掂嘅球員翻嚟，咁啊跟住走，喂咁跟住其實恒大唔應該要佢㗎啦，我覺得即係而家簽咗譬如肖拉尼，哪怕係再揾人。而家以恒大嘅喺中超，無論喺國際嘅聲望，無論喺佢依6年嘅戰績，同埋喺佢嘅而家嘅球隊嘅建設等等咧，佢係唔需要再請一個咁貴、咁老，而且可能冇提升空間嘅領隊嘅。我真心嘅，即係唔係佢嘅料係有，你唔需要多即係多懷疑就係立比由佢教，當年喺祖雲達斯教到今日，唔需要懷疑㗎啦。即係問題，只不過係佢68歲嘅大佬，你仲想佢點啊？嗱，咁調翻轉啊！你覺得以立比嘅呢個老江湖、老波骨喺中國國家隊擔任咗中國國家隊主帥啦，即係以佢嗰個經驗或者係佢嗰個地位有冇幫助先？對於中國嗱，我話俾你聽應該點咧？其實如果請佢都冇問題㗎，我覺得嗱，只不過幾個因素去考慮啦，就係你問嗰樣嘢啊。甚至有個朋友好心水清，佢問嗰一個好獨到嘅問題，或者佢問我一個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唔問嘅問題。
今日其實阿肥叔，你覺得中國隊應該仿效邊一個國家或者邊類型嘅球風咧？你覺得咧？如果俾你覺得中國隊應該仿效或者有個模板俾你學？譬如當年嘅日本就學巴西啊，唔係跟住就德國就學德國啊，即係學西德啊或者前德國啊，即係德國啊前西德啊。咁你覺得中國係學邊個咧？嗱，我自己覺得啦，中國咧，如果你話要學西班牙嗰啲就唔得噶啦，即係個球員嘅技術啊方面就唔係好得。反而真係講真，如果我覺得意大利嘅球員你話技術係咪好好咧？唔係，但係個戰術性或者係打防守或者反擊方面，我覺得譬如如果意大利呢一啲咧，我覺得相對上比較 OK 所以點解當日我揾你做90分鐘球迷世界嘅原因咯？你今日話到俾我聽呢一個答案咧，其實唔係代表啱，唔代表一定啱，但係呢個睇法都係我嘅睇法。個原因就好簡單，首先就係意大足球嘅底蘊。意大足球底蘊就係佢首先就要防守務實。我唔輸波，我要功利主義。功利主義而家喺中國嘅國情，喺中國隊或者中國社會嘅國情，就係要功利主義啊嘛。係啦，要成績啊嘛。唔係，同埋個問題係而家有一樣嘢真嘅要面對嘅，即係呢個亦都嗱。當然我唔熟好多即係國情，即係國內，譬如一啲體育局啊或者等等嗰啲，佢哋同香港一樣嘅咋，要交功課啊，大佬。即係香港嘅奧委會都交功課㗎嘛，係嘛？你奧運完全一啲成績都冇，或者某啲項目冇成績，你要削經費等等，即係都要咁㗎嘛。咁大家要交功課，好啦，你要交功課嘅時候，嗰幾年一屆，幾年一度，咁你交功課，咁你真係要交功課咯喎。咁你用憑乜嘢交功課啊？成績咯，好簡單啫嘛。使錢多唔緊要，成績咯。好啦，個關鍵所在就係你要功利主義。首先最容易去仿效，最容易去而家去令到佢有所提升嘅咧，就係仿效意大利類似嗰種嘅踢法。首先防守做好防守，哇！啲防守線之間嘅默契啊，做個防守組織好啲啊，等等。嗱，呢樣易搞啲，係咪先？呢樣係易搞啲。第二，中國球員本身，中國嘅後衞本身有身形嘅係有人喺度嘅，啲偏北嗰啲有好多高大人。咁呢樣亦都係可以有即係天然嘅質素啦，我哋或者一啲球員嘅素材係有嘅，加上北方嘅踢波風格從來都係比較硬橋硬馬，所以呢啲咧，如果你斬波啊頂啊嗱，其實你諗翻轉頭，上年舊年年初嘅亞洲杯，其實中國隊就係做到呢樣嘢嘅，即係其實你個防守唔輸啊嘛，跟住把對方錯啫嘛 ，OK 喎係嘛，起碼都入到8強啦，係咪先？嗱，呢個就係其實我覺得中國隊行呢條路係啱嘅。咁第二啦，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喂，你叫佢學西班牙、學巴西、學葡萄牙，你唔好玩啦！嗰啲拉丁球員係生出嘅，嗰個底蘊咪同埋嗰個民族性嚟㗎嘛。嗰個民族性就係，喂，佢會跳森巴舞，佢會即係會玩波，佢踢波會鼓勵個細路仔扭波啊嘛。你中國嗰啲會唔會鼓勵細路仔扭波啊，大佬？你會唔會鼓勵佢？哇，扭住個波啊，一路啊撩過頭啊，一路啊插花，你會唔會啊？喺巴西唔會㗎嘛，巴西你中意插7個插花、8個插花都冇人鬧你㗎，但係你呢度會啊嘛。咁你個體制有問題，你或者你從小教小朋友踢波嗰個風格係中國人唔會啊嘛。咁你學唔到，同埋學唔到嗰種嘅技術同埋嗰種柔韌。嗱，柔韌性亦都係一個問題。唯一只有一個地方，我話俾中國得一至2個地方係可以做到呢個柔韌性嘅，就係南方。呢個同水土有關。從熱帶你留意係咪熱帶啲拉丁國家咧，中北美洲啊、南美洲啊，或者甚至歐洲方面都係啲南歐先有呢種柔韌性喺度噶嘛。冇錯。學唔到嘅，呢啲學唔到嘅。好啦，歸根究底，第一立俾佢嘅經驗，佢嗰套佢嘅防守戰術、防守嗰啲紀律戰術係你可以學習。咁中國隊學呢套係啱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好啦，隨之而來嘅嘢，立俾都好聰明，亦都好醒目。我話俾你聽，呢個亦都係呢個一貫嘅領隊所應該或者會習慣做嘅嘢。第一，首先佢教過廣州恒大，佢大部分而家新一個嘅國足名單有成10個係廣州恒大嘅，係有啲傷咗啫。如果唔係都入選埋嘅咯。好啦，呢個係好正常，因為只有呢班球員最明白佢嘅戰術理念，最或者容易明白佢嘅戰術理念，容易聽佢話，係咪先啊？冇錯。跟住仲有批，甚至有一個譬如好似天津權健嘅趙旭日，佢都要翻。趙旭日喺佢麾下踢到噶嘛，踢過噶嘛。咁所以呢個亦都我覺得好理解嘅。所以當日高洪波佢要江蘇舜天，即係以前江蘇舜天或者佢教過嗰紮球員咧，即係以前貴州教過嗰紮球員咧，都理解嘅。
但係問題，當佢冇狀態，唔好用佢啊嘛，大佬，佢害你噶嘛。係啊，雖然害人害己啊嘛。親兵還親兵嘅，但係親兵咁但係立比嘅智慧，立比嘅能力係會識分邊個冇狀態，邊個害佢，邊個依輪唔掂唔好出佢啊嘛。立比識分啊嘛，你高洪波唔識分啫嘛，或者甚至講，喂，佢冇話事權，佢冇話事權分啊嘛。咁呢個就佢嘅問題。咁但係立比好聰明，咁同埋仲有甚至佢我聽聞啊，收到風而家甚至話，喂，嚟緊比賽可能嗰啲比賽擺落廣州打未定喎。同埋而家以立比嘅地位咧，即係大家啲即係中國球員啦，正如你之前所講，有時可能南方同北方有啲唔啱碼又成噶嘛。喂，以立比咁德高望重地位，會唔會對於球員嘅凝聚方面會比較好啲咧？其實一定會㗎，即係始終咧佢係國際級嘅領隊，仲有一個問題，當然啦，我成日都講咧，如果你喺中國能夠可以打滾啦，或者佢哋國內叫即係個書寫叫運啦，即係你運到3-2年咧、3-4年咧，你亦都有成績嘅咧，即係你即係喺度識撈，你都撈得掂，你撈得掂嘅時候，即係你會明白到啲球員，譬如心態係點啦，球員嘅習慣係點啦，球員嘅蠱惑嘢係點啦，係嘛？等等千絲萬或者甚至球圈嘅一啲關係，我話俾大家聽。仲有一樣嘢，我喺其他環節都未講過。嗱，如果你咧今日有聽咧，你可以掌摑我都得第日嚇。但係你又不妨諗下，以大有冇假波啊？以大啲人蠱唔蠱惑啊？以大多唔多蠱惑嘢啊？會比中國少？我 Q 唔信咯，啱唔啱啊？以大越早打假波，以大丙早打假波，以大利成個打假波集團、造假集團滲透晒成個意甲球壇，由60-70年代到今日都係咁噶啦。點解意大利攞冠軍啊？點解意大利有咁多好球員啊？即係人哋玩得嚟都仲有一啲，仲有一啲血性，仲有啲位，佢哋明白到，喂，我唔玩得，我唔搞得呢啲嘢嘅。好啦，立比仲有一個問題，呢啲咁嘅意大利人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即係講得俗啲叫你蠱惑，佢用蠱惑過你啦。你中國啲球員蠱惑，你夠蠱惑得佢啊？即係佢啲教練都好聰明㗎。出晒名有花名咩銀狐啊？唔係佢哋呢類教練咧係挑通眼眉4個字咯。佢哋一定好多線好多針或者等等，佢一定去摸通咗你好多嘢。同埋個問題就係佢哋慣咗喺咁嘅環境下一路做球員做教練，佢嚟到中國咁某程度上佢都應該 OK 嘅。咁所以其實問題就話，即係佢的你入房同你講，喂，你唔好玩呢套喎。我幾廿年前都有出賣啦，你唔好玩嘢喎，係嘛？即係我相信佢會明白嘅好多嘢。咁所以其實唔好將嗰啲歸咎於話咩以前假波又咩球證黑哨又乜嗰啲已經過咗去，已經清咗一大輪嘢。同埋加陣而家中超家陣中國球員嘅待遇，喂，高薪養廉係嘛？啲球證都1萬蚊場啊！而家請香港或者有啲我聽過咧，請佢再做球證都1萬蚊場主裁判。咁高薪養廉咁啲獎金啲人工咁好，做咩要仲打假波啫？亦都唔需要。個問題在於個凝聚力問題，在於係我肯唔肯搏，同埋而家今時今日又調轉咗啦。啲老細叫你喂唔好咁搏喎，喂你唔好即係除咗恒大會出嗰啲恒大9條，又罰你，又要咩你，又獎你，又鬧你，又譴責你，其他嗰啲俱樂部嗰啲球會有鬼咁做啊？啱唔啱啊？而家問題點解恒大會有呢支嗱？恒大點解會有依樣嘢出？你明唔明點解？第一。佢哋亦都明白到啲球員都識諗㗎嘛，自己阿 Marcus 俾你啊，國家隊踢完2場，跟住翻去球會一場波贏波幾百萬、300萬、200萬一場，跟住你雙貴咗，跟住你冇得出喎，冇得攞獎金喎，咁你會唔會驚？哎呀死啦！我唔好傷啦，我翻去國家隊係咁以交貨，唔好傷翻球會，起碼踢正選啊，平平安安同埋廣州恒大競爭咁大，我喺國家隊任何打正選㗎啦。我使乜驚啊？係咪？即係你咁嘅心態啊嘛！我使乜驚啊？個問題而家翻到球會，獎金咁高，哇！啲位置爭得咁緊要，用乜嘢？我一傷咗冇得打㗎。咁呢啲問題就係啲球員本身會諗啊。球員本身會諗緊，跟住嗰次一輸咗俾泰國之後，跟住恒大即刻話：喂，你班友仔咩事啊？冇搞嘢喎，都要你顧住恒大之餘，你都顧住許老闆，顧住恒大集團嗰個名面㗎。翻到去你冇出工唔出力喎，打你班契弟。呢個恒大自己立㗎嘛，罰錢㗎嘛。你一喺國家隊有啲咩唔摸拉啊，搞古靈精怪或者狀態唔好、表現不佳，俾人踢出國家隊就罰錢㗎嘛。嗱，佢有獎有罰喎。阿曾誠受重戰受傷，俾即係賠100萬俾佢喎，係咪？即係呢啲就係好㗎，即係呢件事係好嘅。所以其實呢樣嘢唔係淨係我睇到，唔係淨係球迷睇到，唔係淨係中國足協或者
中國嘅教練睇到，其實本身恒大都睇到，或者球員有咁嘅心態，因為真係嗰個利益所在爭天共地。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其實各自你本身成個球壇都要去改變咯。咁但係即係頭先講到就意大利風格，我覺得係啱嘅。即係但係當然仲有一個關鍵所在就係唔該，如果你跟立比，你俾咁高人工佢，你既然你買佢，唔好淨係買佢個教練團隊同佢。你要買埋佢背脊嘅脈絡，你要買埋佢所有嘅好多嘢，即係話，喂，可能約戰去意大利踢熱身賽，喂，可能係揾一啲年青球員去意大利落腳，去試下跟操或者有啲即等等啊！即係你一定要去履行，或者甚至係攞套教材翻嚟，喂，你俾咁多錢去同佢搞掂意大利國家隊，或者搞掂祖雲達斯，搞掂嗰啲青訓啦、青訓系統啦，搞掂嗰啲醫療系統過嚟啊！係咪應該咁樣啊？即係你唔係淨係就咁買嘛，你培養自己嘅師資嘛，你培養自己教練啊嘛，你培養自己嘅人才啊嘛，你要買佢嗰套嘅系統翻嚟啊嘛，你要買或者要你啲人過去跟米蘭實驗室學嘢咯，去國米學嘢咯，係咪？去嗰啲學嘢咯，即係你一定要做呢啲嘢，啲年青球員多啲比賽機會，多啲過去打波，係嘛？當年黃大雷都跟過國際米蘭打過下波啦，或者操下啦，咁你其實多啲咯，唔夠多咯。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唔好淨係用啲人，用埋啲人脈係最緊要嘅。大佬啊，你嗰啲錢你2000萬俾200萬個團隊，即係嗱俾1800萬歐。你而家哥迪奧拿代緊幾錢啊？代緊1500萬英鎊，即係代緊1680萬歐。大佬人哋哥迪奧拿帶幾多場波啊？帶一年淨係聯賽38場，淨係加埋基利卡啦，加埋50幾場50場，起碼50零場。你立比一年帶幾多場啊？一年帶唔過10場，10場頂多15場。頂多12場15場，哇！咁你唔死啊，大佬！你咁樣嘥錢法，唔係同埋你話齋，你買佢嗰個穩定，而家即係中國就咁嘅，呢樣都係國情嚟嘅。有啲咩大件事，有啲唔係，喂，錢搞得掂嘅，得俾佢搞掂，即刻安撫軍心，安撫晒翻嚟，即係咁樣係啱嘅。但係問題咁樣之後嗰啲路點咧？喂，仲有個問題喎，3年啊嘛，佢3年後咁唔掂點咧？咁佢3年後掂咁又點咧？嗱，你要考慮佢71歲㗎咯喎，71歲啊，3年。唔係，佢可能都教到，咁但係問題係咪要有啲接班人咧？譬如你而家我成日都講，我又揾簡拿華路。唔係，我成日都講嗰個叫成全問題，就話佢嚟到嘅時候係咪你要立俾附加條件？喂，你要 train 我哋嗰啲自己嘅本土教練咧，或者開啲班啊，或者要俾佢哋觀摩啊等等。其實歐洲好多呢啲嘢㗎，即係歐洲咧好多譬如學術交流，譬如學術交流，譬如你巴塞係啦，譬如哥迪奧拿開個講座，跟住佢哋嚟，跟住阿雲加個講座，佢哋又嚟，即係你一定好多呢啲㗎。喂，大佬你中國一日到黑就各自為之，呢個中國人嘅問題啊嘛。喂，我識啫，我使 Q 教埋你啊！教你益你做咩？我做咩益你啊？喂，你係我徒弟都未必教晒，通常係咁㗎嘛。中國傳統10成嘅教7成嘅啫嘛，徒弟呢個我點啊？留翻3成，跟住教你又俾7成下邊，咁你咪承落去咯。7成嘅乘7成，你咪計啊！咁所以咪遺流失咯啲嘢。所以呢樣嘢咧，中國覺得即係而家既然都已經落實，已經係一拍咗板嘅事，算㗎啦。6000萬就6000萬，但係問題係仲有未計獎金喎。獎金如果打好就1000萬一年喎。咁你而家就唔好理啦，嗰啲都唔係問題，啲錢就即係潑咗出去㗎啦，啲水咁㗎啦。但係問題你得着啲乜嘢，同埋你3年後係點啊？唔好3年後同我講，喂，跟住巴西好啊，攞世界盃跟巴西啊，你唔好再嚟咯，唔該你。同埋你本身冇呢啲球員咯，你唔好玩咯。你好似日本咁，日本咧好聰明。你睇到日本足球，當年巴西，因為巴西最頂嘅，同埋佢哋球員特質係巴西，請好多巴西外援，請好多巴西教練，請好多巴西甚至咧 physio 即係嗰啲 trainer，即係嗰啲體能訓練啊，要訓練柔韌性啊，啲好多嘅軍醫，好多成套係買晒過嚟嘅，即係請晒過嚟，就等佢哋學，跟住可能學到巴西咁上下啦，已經咁上下啦，有啲就再請下，譬如後期咪見佢請有啲係法國。導師人嗰度即係法國人嗰套啦，跟住後期有意大利人嗰套啊，沙治朗尼等等，佢好多國家嘅嗰套咧，其實佢哋都學咗啊！即係譬如佢沙治朗尼身上，佢又學咗防守啊，亦都學會咗可能射術員碼點樣咧，我哋可能一齊衝入禁區嗰下，咁我哋快過對方喎等等，即係有好多細節嘢。即係日本人咧，日本咧同中國有個分別好大分別就係，日本亦都有唔好嘅地方，但係亦都有好嘅地方。好嘅地方就係佢有計劃，佢計劃好長遠嚇。中國就變化，突然間變化，突然間可以簽恒大，突然間可以即刻簽中國嗰一隊嘅。喂，大佬你真係世界都未聽過咁嘅，你唔會突然間，喂，
我係佩雷斯，我諗住簽摩連奴，跟住摩連奴即刻拱手相讓俾西環國家隊，你未聽過啊，大佬？冇錯。咁但係唔緊要啦，呢個亦都係中國嘅特色嚟嘅。咁唯有即係個體制要改咯。你體制唔改咧，你永遠都係咁。仲有啊，嗱最近咧佢就咁講啦，佢話喂阿納比尼教我哋有一樣嘢係改變，我哋放權俾佢。喂，我唔好玩啦，放權俾個教練去用人去選人係佢嘅權利，佢嘅義務嘅責任嚟㗎嘛。呢啲係基本嘢。啲基本嘢啫，你俾飯我食就當係基本，當係恩賜啊！大佬你唔好俾飯我食當係恩賜啦，好冇啊？即係呢啲嘢好笑㗎。即係我當年恒大出足糧嘅，跟住第二日出晒獎金嘅，跟住啲人話佢喎，你有錢大晒，你有錢大晒，你有錢達人。喂，大佬呢啲係基本嘢嚟㗎嘛，出糧話都要咁嘅待遇就要出晒，履行呢個合約條款嘅職業操守，履行職業操守，履行職業合約。好似當年上海申花唔找數俾呢個。唔找數，跟住揾咗香港公司，跟住就破產咁啊叫履行合約啊？唔好玩啦，好唔好啊？所以其實如果講翻轉頭，即係你話我鬧咗咁多次㗎，鬧咁耐啦。咁但係問題，我覺得有好有唔好。咁好嘅地方就係你啲球員自己要諗咯，即係你自己諗，你想唔想續繼續踢先？你想唔想繼續踢國家隊先？你唔踢就唔好踢啦。你同立比講，我唔踢啦，我淨係幫申花踢啦，我淨係幫上港踢啦。你想踢嘅時候唔該落嚟啲咯，係嘛？即係呢啲就咁簡單啫嘛。即係喂，唔好成日嗌口號咯。即係嗌口號啊！我好愛國，我支持國家隊。你睇下你啲，同埋你嗰班人嗰啲精神面貌落去場嗰啲踢波，你睇下同敘利亞嗰啲打仗咁啊啲人，你嗰啲人真係打仗啊！人哋咁係咯，咁你嗰啲人係踢咩啫？你都係成日都講咯，敘利亞5年都未有主場踢過，打緊仗，啲球員逃離家園，好多唔代表國家隊。人哋呢隊咁嘅隊都可以出到線，咁嘅隊都可以贏到你。跟住嘅幾年前嘅伊拉克當時嘅打緊仗，攞亞洲杯添啦。06年嘅意大利嗰時假波傳聞添啦，咁咪攞世界盃，冇得賴嘅，呢啲嘢唔係因素嚟嘅，即係唔係最主要因素嚟嘅，啱唔啱啊？冇錯。好啊，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咁我哋期望起碼暫時都1個禮拜1集先啦。咁如果當然個充裕啲嘅空間咧，我哋可能會變翻2集。咁今日多謝大家收睇同埋收聽啊，同埋即係記住叫朋友啦，同埋幫我哋多啲擴散出去啦，同埋通知其他朋友。好，拜拜。拜拜。